画出栩栩如生的表情。科班出身的叶国挺从事雕刻艺术多年，对达摩祖师情有独钟。达摩就是刻他的精神他的眼睛刻到最后都会飞起来。研究达摩多年，工作室摆满各式创作。仔细收藏的画作，达摩化身大忍、中忍、小忍，充满禅意，也投射出艺术家对人生的注解。因为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都很穷大家都要去半工半读都要去打工。再怎么穷，再怎么恶劣的环境里面，我们都可以度过。那就是做达摩的精神。原本靠外销艺品打通路，产业没落，叶国挺转而回归创作。即使路途艰辛，却咬牙不放弃。可是当这个产业没有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技术不要丢掉，再继续的做下去。身怀好手艺，不怕没人欣赏，要用像达摩一般苦行僧的精神，走出自己一片天。爱拼才会赢。那爱拼才会赢的客家话怎么说？能不能教观众？爱拼让会养，爱拼张不会养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爱拼才会赢，爱拼张不会养。爱拼张不会养。